你真是从虚无里出来的吗？哦，原来你们把那里叫做虚无啊！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。边境线北12区域出现祝福者，数量6，还有人类。怎么会从虚无里面跑出来一个女孩？他竟然……祝福者已经突破战线。果然跑出来了，小三虎，你是来报仇的？才不是，我是来报恩的。这种感觉真的很爽，超爽的！你少给我废话！